玫瑰園，一個既溫馨又浪漫嘅名字，亦都載滿咗一段段美好嘅童年回憶。當每個清晨都伴隨住孩子嘅期待醒來，呢一度唔止係一處居所，更係為家庭未來構建嘅港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sabella。家長們又係時候為小朋友準備下一個學期開課啦。今日我同大家介紹呢個海景豪宅咧，就係位於大潭紅山道香港國際學校附近嘅玫瑰園。咁玫瑰園咧個落成年份咧就係1996年，入邊咧就有16座嘅海景洋房啦。咁而每一座洋房嘅實用面積咧都有3314尺。咁每一座咧都有自己嘅獨立車庫啦，同埋有自己嘅前後花園。即刻帶大家參觀一下。客飯廳連接戶外大花園，可以讓小朋友自由奔跑放電之餘，亦都係孩子上地理課嘅最佳地點。寬廣嘅大橫廳，既能容納3代同堂嘅生日宴，亦都係你燭光晚餐嘅舞台，更加可以隨時切換為孩子嘅投影教室。多功能嘅廚房設有中島，除咗備餐之外，呢度亦都係孩子嘅家庭實驗室。從分子料理到物理實驗，知識就喺茶香、咖啡香之中緩緩流動。房間都以歐陸式大玻璃窗設計，將一幅幅大自然嘅山海美景影入屋內。主人浴室係你為孩子忙碌咗一日之後嘅療癒空間。步入式衣帽間可以精細分區收納。多功能家庭廳係跨年齡嘅學習區，亦都可以變身成為國際課程研習室，讓孩子沉浸喺書香之中。專注力同想像力在此共生。星空瞭望台、香草花園、陽光畫室。玫瑰園為追求卓越教育嘅家庭構建銜接知識與海洋嘅成長方舟，讓每個細數住浪花講故事嘅夜晚將成為家族珍貴嘅溫暖回憶。大家如果喜歡玫瑰園嘅話咧，請點個讚同留言，記得關注我哋啊！下次見，拜拜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